后来继续来看台北市林的西亚地区，有一个外号陈老师的角头，涉嫌讨笑开枪弹死人，互法院以杀人罪发布着通缉。当年伊杀死人了后，就四界秘。 大无固定的所在，嘛无驶车、骑车，敢若伫咧暗时出入，拢是行这个巷仔，增加着警方抓人的困难度。伊想讲，这个通缉的时效只有20年，所以2年前，伊搁倒来到社开始咧活动，结果互认出来，向警方来通报，就伫咧甲朋友咧食饭的时阵，互警方逮捕归案。 和朋友食饭食到一半，雄雄去2个便衣警察调查，查甫人表面惊无事，爬起来时搁伫咧吐喙齿，毋过心肝内知代志大条化。怎么了？他有个人的事情。 已经66岁查甫人，伫咧24年前就开枪犯杀人案防通缉，爱细细念起，挂号叫陈老师，本正是台北市社区岛地区培训馆的角头。1999年年底，伊想要去卡拉 OK 包厢讨债铺，那开枪搁摕武器共攻击，被害者当场过身。查甫人过当年防通缉，伊就走路走到什么市含汤市避起来，平常时无固定住所在，半暝才出来，搁专工金无监视器巷仔行，嫌警察调查。不过，准许伊就是杀人通缉20年时间已经过，好打定转来到社区岛的所在活动，投靠朋友。不过，杀人罪并无通缉的时效。他对这个警方的侦查技巧非常的熟悉，出门不带任何的证件，他出门都是以步行，跟脚踏车为主。 虽然伊出自东骑铁马或者是行路，就是过真侪年，当地无人捌起。不过含女性朋友抢在出侵，嘛是向发现现场。警察探员伫咧越南点心档含朋友食饭时，当场给听。当时的共犯早就已经互放出来，亲像因为无清楚追诉期时间，嘛毋知影4年前刑法修正草案通过，杀人犯追诉期别个再受到30年限制，比24年嘛总算互抓起来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